憐憫人的領袖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大衛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，獻上燔祭和平安祭。耶和華因以色列地的禱告而感動，瘟疫就止住了。呢個就係聖經上邊中對大衛王點樣採取行動阻止瘟疫嘅描述，亦都係上帝嘅話語嘅啟示。跟隨小兒麻痹症並非易事，但係比爾蓋茨利用佢嘅財富嚟終結佢，正如大衛王嚟採取行動阻止瘟疫一樣。佢哋有着相同嘅理念，咁就係盡己所能去幫助佢哋所關心嘅人。佢哋都係充滿熱情嘅領袖。然而，最偉大嘅領袖係耶穌基督，因為佢為咗人類嘅福祉犧牲咗自己，佢拯救咗我哋免於滅亡，能夠得到永生。研究一下聖經，學習如何像主耶穌基督咁樣一樣，成為一個偉大憐憫人嘅領袖啦。耶穌喺約翰福音13章34至35節就係咁講嘅：我賜俾你一條新命令，乃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。你們若彼此相愛，顯明我愛你們嘅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哋係我嘅門徒啦。呢個就係耶穌基督所說嘅，能夠表明我哋係佢真正嘅門徒嘅一個基本嘅方法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讚美你。當人類犯罪嘅時候，你嘅正義令到你要懲罰佢哋，但係你又充滿憐憫嘅心，又唔忍心，所以往往有俾一條出路佢哋。感謝你，有恩典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但不以有罪的為冇罪。所以你賜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嚟拯救我哋，因為只有佢冇罪，先可以為我哋代替我哋嘅代替我哋嚟贖我哋嘅罪。你對世人嘅愛心咁樣就顯明咗出嚟啦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邊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落，你咪撳 share 咯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咁樣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文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